快餐店曾經入口被揭發用過期食材嘅上海福喜食品，但已經賣晒。中心宣布即時停止入口所有福喜生產嘅食品。美資上海福喜食品公司被揭發使用過期食材，本港多間連鎖快餐店都被指有採用上海福喜供應嘅食品。本港快餐連鎖店麥當勞早前話，佢哋冇任何嘅食品嚟自上海福喜。但係食安中心接觸過麥當勞嘅管理層之後，證實麥當勞喺今年5月同舊年下半年都先後入口上海福喜食品廠嘅熟雞腿肉同埋冷藏豬肉餅，呢兩款食材已經全部用晒。為咗審慎起見呢，我哋係由即時開始係暫停所有福喜食品嘅進口香港，咁咧就包括所有嘅廠房同埋所有嘅食品種類嘅。咁已經進口嘅咧，我哋會全部封存，唔能夠再出售，直至到內地嘅調查結果係有結果為止。署方亦都向多間連鎖快餐店了解佢哋有冇採購福喜嘅食品，包括肯德基、必勝客、星巴克、吉野家同埋 Burger King 等。除咗一間仲未回覆，其餘嘅都話冇用到福喜食品。至於有冇福喜其他廠房嘅產品進口本港，仲要調查。麥當勞之後發表聲明，話早前喺上海福喜進口嘅吉列豬塊同埋脆辣雞腿都係通過檢疫。對於之前曾經話過冇食品嚟自上海福喜，麥當勞嘅聲明話對資訊發放混亂、前後唔一致引起嘅公眾疑慮深感抱歉。又話而家出售嘅所有食品都唔係嚟自上海福喜。但係有幾款產品係嚟自河北嘅福喜，包括麥樂雞、脆辣雞腿同埋晚市嘅薄切牛。而廣州福喜就係供應蔬菜產品。聲明又強調，所有嘅進口食材都係符合食安標準，並且宣布終止同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合作。無線電視記者林志豪報導。有市民表示擔心食品安全，有立法會議員就批評麥當勞係有意隱瞞，促請當局跟進其他大型食店嘅食材來源。麥當勞嘅聲明話，而家仍然有幾款產品嚟自河北同廣州福喜，門市並冇停售任何食品。有市民話會減少食麥當勞，但都有人唔擔心。唔食住咯，驚有問題影響健康嘛。擔心係啲僆仔食㗎嘛，擔心佢健康啦，始終食咗對人體唔好啦。經常佢哋都係咁樣講㗎啦，佢哋第一個就係一定係否認先㗎啦，佢哋跟住係俾人督出嚟咪認咯。冇嘢㗎，成日咁多人都係食都係咁咯。有議員就批評麥當勞係有意隱瞞，促請當局跟進其他大型食店嘅食材來源。麥當勞仲企圖去隱瞞，包括咧就曾經就話冇啦，跟住就話自己喺俾人哋再影到相先至話喺河北嘅福喜啦。再今日要透過食環署嘅調查檢查，佢先肯再承認呢係真係有喺上海福喜度咧去購入呢個食材嘅。而家公眾更加要關心呢，就係究竟其他大型連鎖店、其他嘅餐廳啦、茶餐廳啦，究竟酒樓啦，仲有冇人係喺上海福喜嗰度係引入呢啲食材嘅？咁我希望食安中心可以加快呢一個巡查。但飲食界嘅議員張宇人認為，麥當勞並非係有意隱瞞。間咁大嘅跨國公司咧，呢啲嘢亦都隱瞞唔到，同埋老實講，食環署我哋而家所有佢哋嘅單據，我哋係要即係儲存一個長時間，好似如果冇記錯6個月嘅時間。咁喺咁嘅情形之下咧，即係如果你係有同呢一個入口商買嘢，係走唔到嘅。佢又認為食安中心難以抽查所有入口食材，目前追查源頭嘅制度已經足夠。無線電視記者林燕邦報導。英國傳媒揭發，當地一間大型肉類供應商衛生情況有嚴重問題，可能導致肉類受細菌污染。英國3大超市已經派人展開調查。為咗報導肉類加工廠嘅實況，英國衛報記者深入當地一間大型食品公司旗下2間工廠打工，發現廠入面衛生情況相當惡劣。跌喺地上面嘅雞肉，工人執返放上生產線；被手推車剪過嘅雞，一樣若無其事照用。當局訂立嘅嚴格衛生標準有等於冇。I saw a lot of people dropping chickens on the floor and picking them up and throwing them back in the basket.
工廠另一邊，雞嘅內臟堆積如山，原來泵走內臟嘅機械故障，一地內臟連帶血水，任由工人嘅靴踩過，沾滿細菌，四處傳播，連專家都嚇親。Well, my God, it's just unbelievable the amount of guts there are on the floor. That there's obviously some sort of a breakdown. It's a very, very bad sign, isn't it? I mean, if the factory prepared to carry on. 另外，有處理雞毛嘅機械故障，雞毛一樣會有細菌，唔清理好同樣高危。工廠其他地方衛生同樣惡劣，呢度一地垃圾，工人話2日都冇清理過。衛報質疑呢一種生產過程係導致英國2/3嘅零售雞肉受到沙門氏菌或者弧菌污染嘅原因之一，令到每年28萬英國人唔舒服，過百人死亡。報道話，被揭發衛生惡劣嘅食品企業係英國最大禽肉加工廠之一，有供貨俾當地嘅大型超市同快餐店，包括 Tesco、瑪莎同肯德基等。當地3大超市已經派人調查。有關嘅食品加工廠回應話，機械故障係個別事件，佢哋一直有遵從當局嘅衛生規定，致力減低產品受到細菌污染嘅機會。無線電視記者胡若玲報導。台灣客機喺澎湖墜毀事故造成48人死，另外機上面10個人受傷，地面亦都有5個人受傷。航空公司一度表示死者裡面包括1個香港人，但香港駐台北經貿辦向航空公司查證之後話冇香港人死亡。飛機2個黑盒已經揾翻，送翻台北調查。民航局強調當時天氣因素符合升降標準。喺飛機墜落嘅地點澎湖西溪村，距離跑道3.5公里，現場滿目瘡痍，機頭撞入民居，同機身、機尾斷成3截，殘骸四散，至少10間民居受波及，牆身倒冧。當局下晝切割機體，將殘骸吊起，有助搜救人員喺現場挖掘同搜證。並陸續揾到多具遺體。民航局確認失事飛機2個黑盒已經揾到，連同駕駛艙儀錶板等相關證物，會交由行政院嘅飛行安全委員會調查。調查範圍包括天氣、人為、機械故障等因素。來自法國同加拿大嘅專家預計聽日到台灣加入調查工作。對於係咪受颱風麥德姆嘅後續影響，民航局強調當時嘅天氣情況符合升降標準，但最終要視乎航空公司同機長嘅決定。航空公司跟飛行員，他去跟不去，他就是看到天氣以後，他來做決定，說我今天這個班機我去還是不去。所以可能大家有誤會，就是我們所以看到這些數字的時候，就是說他在去飛的時候、去落的時候，天氣是合乎標準的。馬英九總統要求行政院全力協助遇難者家屬。在這個最困難的時候，我們全國民眾都是這些罹難者家屬還有受傷者最大的後盾，因為在過去12年，台灣都沒有發生重大的空難。佢喺總統府接見來賓期間，亦都為遇難者默哀。60歲主機師李義良有22年飛行經驗，飛行時數超過2萬小時，仲有2年就退休。副機師江冠興資歷較淺，有2年半飛行經驗，飛行時數接近2400個鐘。民航局資料顯示，客機降落前，馬公機場能見度有1600米，但10分鐘之後降到只有800米，並有雷雨。有飛行經驗嘅教官推測，事發時不穩定氣流造成風切變，令飛機爬升力下降，可能因而導致事故。出事嘅復興航空客機載住54個乘客同4個機組人員，原定星期3下晝4點由高雄飛往澎湖，因為天氣問題延遲起飛。降落時懷疑受大雨影響，一度喺空中盤旋，之後墜毀民居。無線電視記者封艷明報導。復興航空朝早安排家屬到澎湖善後，有墜機現場嘅居民話，尋晚天氣惡劣，仲有閃電，之後傳出爆炸聲，先至知道有飛機失事。駐台灣記者歐國強報導。一夜之間，天人永隔。死者家屬到飛機失事現場拜祭，祈求死者安息。
者嘅家屬就喺醫院，其中一名女傷者墜機之後，除咗能夠逃出機艙，佢更加到附近嘅民居借電話報警同通知家人。想說，飛機失事了，啊，我爬出來了，在西溪村56號，他就講這樣的。因為我們家住離失事現場差不多300公尺，我們直接趕快趕過去。佢趕到現場之後，仲協助救出一名傷者。有當地村民話，事發時聽到巨響。飛機下的時候，就是有一個火攻沒有爆炸，就很多人嘰嘰喳喳，我都是差不多聽到都是小孩的聲音了，然後嘣一下爆炸了，來就沒有聲音了，我跑過去後面就很多屍體了。有村民話，尋晚天氣好差，事發嘅時候首先聽到好大聲嘅行雷聲，跟住聽到好大聲嘅爆炸聲，先知道飛機出事。現在我們那邊的喺事件入邊罹難39歲嘅副機師江冠興，原本計劃放假返新北市陪父母。靠自己的力量，然後考上航空公司，然後很辛苦，然後那10幾年，然後下來，然後一個飛機就沒有了，誰可以還我一個弟弟？家人不滿復興航空喺惡劣天氣之下並冇停飛，飛機到澎湖之後喺上空盤旋咗30分鐘，仍被要求繼續飛。當局派出軍機到澎湖，將較嚴重嘅傷者分別送到高雄同台北醫治。其中一名女傷者被送到高雄嘅醫院。在場等候嘅媽媽緊緊握住個女嘅手，放低心頭大石。會說什麼？我說你現在很幸運呢，神我有保佑你。我昨天到飛機場，聽到說這班機有他的名字，我真的要崩潰了。空難入邊嘅傷者主要係燒傷同埋骨折。無線電視駐台灣記者歐國強報道。咁記者歐國強呢仍然喺澎湖㗎。嗱，意外現場目前情況係點啊？睇到目前咧，澎湖已經係天黑㗎啦。不過現場仍有軍方同埋消防人員咧喺度清理緊現場，但目前就唔知道佢哋會唔會漏夜繼續清理㗎。咁聽日方面咧，目前有2個受關注嘅重點。第一個咧就係要繼續確認死者嘅身份，而另一個咧就係要分析黑盒嘅資料。不過一般就估計啦，會花一段時間先能夠處理同埋分析黑盒嘅資料㗎，唔會好快有調查結果。咁講翻今次出事嘅復興航空公司，其實係台灣第一間嘅民營嘅航空公司嚟㗎，已經有60幾年嘅歷史。不過近10幾年嚟咧，飛行安全記錄並唔係太好，發生過多次嘅意外，而今次係最嚴重嘅一次。喺度報道嗰段落，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好啊。另外，中央電視台報道，阿爾及利亞航空一班客機喺尼日爾首都尼亞美墜毀。阿爾及利亞官方傳媒報道，呢班機喺當地星期4朝早由西非國家布基納法索首都雅加杜古起飛，前往阿爾及爾。50分鐘之後喺雷達消失。客機上面有110個乘客同埋6個機員。法新社報道，航機飛到馬里同阿爾及利亞邊境時候，由於能見度較低，被要求更改航線，以避免同另一班機相撞，但係之後就失去聯絡。休息陣啦，翻嚟會報道。大澳天利苑管理費貴過豪宅，有研究話業主日後自己請管理公司可望下調。涂謹申否認收過黎智英捐款，有團體就向廉署舉報，泛民議員涉嫌冇申報收取捐款。今日嘅黃金飾金價賣出價係港幣14,050。以上資訊係由 Just Go 真金店贊助。天文現象、氣候新聞。今晚至到聽日清晨係今年嘅英仙座流星雨嘅極大期。各大城市及本地詳細天氣報告及預測。各位歡迎收睇世界天氣預報，我係蔡雪瑩。互動新聞台每晚詳盡分析。憑中銀信用卡嚟蘇寧消費有3重賞，號向高達800蚊簽賬獎賞，精選產品低至3折，兼享18個月免息分期。中意 shopping 嘅你，一於嚟蘇寧啦！
呢個好可能係牙肉問題嘅症狀，長期唔理佢，有機會導致牙齒脫落，所以唔好忽視。高露潔 Total 專業牙齦護理牙膏可以擊退引致牙肉問題嘅細菌，牙肉問題減少最高達88%。即刻轉用高露潔 Total 專業牙齦護理牙膏，俾你牙齒一世嘅保護。高露潔 Total 專業牙齦護理牙膏，改善牙肉健康。全新高露潔專業牙齦護理漱口水，俾牙肉全面保護。高露潔 No.1 最多牙醫推薦口腔護理品牌。感覺好似有啲淡。為你壞，為你改，都是愛。四周香濃咖啡，濃情至愛。人人都中意靚，食得新鮮健康啲，人都靚啲啦。要新鮮就要靠呢部日立全新嘅6門雪櫃，由日本製造，仲特有光觸媒真空保鮮室，用真空泵抽走空氣，令食物減少氧化，防止養分流失。最新加咗 Wasabi 保鮮盒，可以保存食物嘅鮮味同營養。仲有加強版光觸媒科技，3盞 LED 燈有助分解異味成二氧化碳，令蔬菜同肉類進入休眠狀態，延長食物保鮮期。全新嘅日立6門雪櫃仲採用多項環保技術，例如雙風扇設計，加埋節能模式同雙能再用等科技，就更加慳電。除咗內在美，我都好注重外形㗎。新款嘅鏡面設計襯埋一按即現觸控面板 ，perfect。其實日立雪櫃仲有好多款式選擇㗎，連續12年銷量冠軍，你知點解啦 ？Hitachi 愛我會放喺心裏面，你明嘛？掛喺口邊好啲嘅，含蓄啲先會細水長流嘅。愛得轟烈先不枉此生噶嘛，愛可以有千斤重噶。Agree， 最重要有力承擔。中西互補，成就出中大中藥傳承嘅骨質寶，有助鞏固骨質密度，俾你孭起愛嘅人。我都愛你噶，唔使講出口嘅。中大中藥傳承。巴倫士清熱飲，隨時隨地火速清熱。我晒熱氣耶！阿 May 好中意買嘢，呢個最新款喎，近期大減價。哇，樣樣都咁吸引。大眾財務私人貸款，只要成功批核，現金隨時到手，要乜都即時擁有。大眾財務，大眾首選。快新聞時間，房委會就大澳天利苑85個單位同埋天水圍天頌苑1個剩餘居屋單位攪珠決定揀樓次序。對於天利苑管理費貴，房委會解釋因為單位數目少，但係承認發展項目時候冇考慮管理費問題。攪珠以綠表同埋白表編號，最後1或者2個數字計。揀樓次序頭10個號碼係79、06、61、81、60、72、77、02、27同埋33。天利苑85個單位，全部都係400幾尺，售價大概64萬到90萬不等。但係管理費每個月就要大概2000蚊，即係每尺4個幾。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就解釋，係由於單位少，每戶要攤分較高嘅成本。例如升降機維修保養、聘請保安員等等。咁當然啦，就係有部分嘅意見啦，可能會覺得呢個管理費咧，相對於個樓價嚟講咧，都係比較貴。咁但係咧，我哋要知道嘅咧，就係管理費同樓價咧，基本上係兩回事嚟嘅。佢承認發展項目嘅時候冇考慮到管理費嘅問題。